家好，今日咧就會教大家點樣去揾一個多邊形嘅對角線數目 ，the number of diagonals of a polygon。對角線咧就係指一個多邊形裏邊嗰啲非相鄰頂點所連成嘅線段。今日咧就會教大家利用3種唔同嘅方法咧去計算呢個多邊形嘅對角線數目。首先咧就係方法一，呢個方法就係我哋先諗下究竟就咁點對點嘅話咧，我哋會有幾多個唔同嘅線段？冇錯啦，就係會有 NC2咁多條線段，但當然唔係每一條線段都係對角線。咁我哋只需要扣除翻啲唔合資格嘅線咧，其實就可以揾到呢個對角線數目。咁到底有幾多條係唔合資格嘅咧？就係圍出多邊形嗰 n 條邊啦，亦即係話多邊形嘅對角線數目就係 NC2 減 n。至於第二個方法就係諗每一個頂點究竟可以連去邊一度。對於每一個頂點，佢哋唔可以向左右嗰兩個相鄰頂點連埋，亦都唔可以咧同自己連埋。咁所以咧每個頂點其實就會有 n 減3咁多個選擇啦。換句話說 ，n 個頂點咧就會有 n 乘 n 減3咁多個對角線啦。只不過呢個 n 乘 n 減3其實係計多咗㗎。點解咧？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呢一點連去對面嗰點嘅時候，其實咪即係等同於對面連翻嚟我哋依家呢點。所以咧呢個 n 乘 n 減3其實係會計多咗1倍，亦即係話正確嘅對角線數目其實就係會有 n 乘 n 減3再除以2。咁到最後一個方法啦，呢個方法咧就應該比較少人聽過。我哋咧其實可以留意一下，原來對角線嘅數目咧係有一個規律嘅。我哋先嚟由一個最簡單嘅多邊形入手，即係四邊形啦。咁四邊形咧其實佢就會有2條對角線嘅。跟住咧，我哋再睇下，如果呢個四邊形多咗條邊變成5邊形嘅時候咧，佢嘅對角線數目除咗本身嗰2條之外咧，會額外多咗3條。我哋又再睇下，如果佢再多一條邊變成6邊形嘅時候，本身嗰5條對角線之外咧，佢亦都會額外多咗4條對角線。如果變成7邊形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再額外多咗5條對角線。再變成8邊形嘅時候咧，佢會額外再多6條對角線。大家見唔見到規律啦？其實就係每多一條邊嘅時候咧，佢會額外再多 n 減2咁多條對角線。而呢個 n 減2，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噶啦，就我哋平時嗰個公式 n 減2乘180度嗰個 n 減2，亦即係話一個多邊形嘅對角線數目，其實亦都可以用2加3加4加到去 n 減2咁去計算。3個方法都講完啦，唔知大家中意用邊個方法去計呢？而大家又發唔發現，其實呢3個方法最後我哋都可以化簡做 n 乘 n 減3除以2嘅咧。今日就嚟到呢度先，中意呢條片嘅同學不妨 like 同 share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